拉的。谢谢。来，今天山路安静一下，好吗？安静一下，后面的蹲在山上的朋友先别动一下，好不好？别动一下，大家动了我们的演唱会没法开始，好不好？来，大家先来，木头人停。对，可以了吗？啊，大家先不要动好，这样，我们先来欣赏我们的姑娘小伙带来的卢生我的表演，送过来。开场音乐。数万人的演唱会，很多大牌都有来支持。哦，我们的赵哥是多才多艺。今天来金瓶，虽然说第一次来，因为我最爱的那些人都在金瓶。那么我想说的是，我有一种回家的感觉，所以想问问现场的家人们，大家是想听我唱歌呢，还是跳舞？掌声来决定好不好？老总队，那帮咱们动作吧，别说打人，你们青蛙了吧？我家没有啊。你怎么我没得？你好太多。聪明哦。啊？我这个聪明。你老婆，你的老婆，我全找到了。人家姑娘搞半年了，人家姑娘搞半年了。没有姐妹妹啊，有姐妹妹，快走。